头先主治医师来过，今比是在判理出院。傅律师，劳咱也该照顾。莫客气，张太太，我同说明，等一下，请拿来将出院带入处房间，到楼下街皮夹柜台判理出院，搁再到隔壁街药局量药。爱弟咧，出院后，请问万人是在同张先生换药？嘿爱。好，请到药房买油碘、生理食盐水、棉花棍，还有3.3公分嘅纱布。好，我来教你换药。第一步，将伤口嘅旧纱布打开后，先用生理食盐水清洁，棉花棍用宽敞消毒，从内向外单次擦，唔好来回擦。了解。生理食盐水消毒后，换油碘，向用用棉花棍擦宽敞消毒，从内向外擦至到时候，擦油碘后等30秒本其消毒，搁再用生理食盐水出撇上背嘅油碘。我搁用一道生理食盐水。嘿，因为那些油碘无消毒清理，佢会色素沉地。向用系宽敞消毒。从内向外前一道黑毛，系啊，佢叫外弯一道用呢。原则上，人二弯一道是的。那是伤口无生意没湿皮，是个在弯药，维持伤口干燥。好，请问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冇？我同说明这种微胶单，伤口尽量保持清洁干燥，避免该夏季卡高。是在促进血液循环，冇问题。还要注意伤口有出血情形冇？人讲，受风嘅细菌会造成伤口更严重嘅感染，听说唔好用手去摸伤口，那是全部卡后，伤口出现风、肿、烧、切，真可能系伤口感染，一天要马上回诊。我会注意嘅，要促进伤口愈合。请多摄取高维他命 C 同高卵白质嘅食物。傅律师，请问佢就是得出现呢？一般係前日到2禮拜後將會出現。下一擺門診，醫生會評估傷口出現時間。好，我哋會準時回診。其他是照醫院排天嘅行程，天時來醫院復檢。冇問題。術後同飲食衛教基金會員說明片，愛麻煩在平凡出現準備服務表格，受衛教者列欄上背簽名。另外一份出現照護方針及計劃書，本人帶進去參考。傅律師，唔真強，正經係命帶綠手，外出也外有，落來遠。莫客氣，祝你早日康復。